声带病院耳鼻喉部的医师洪尚佑表示，人的发声主要关键包括声带会用的正确来关合，甲着声带组织需要一定的弹性甲着高度。如果声带因为神经受损、萎缩，造成关合不全，就会出现讲话漏风等状况。严重者甚至造成吞物件困难，或者是呛咳，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过去传统的前话，若后手术必须要全身来麻醉，现在透过局部麻醉的喉部注射，就会用来治疗声带甲着吞物件的困难。在过去来讲，都是以这个全身麻醉为主的喉部手术，近年发展成为以局部麻醉来取代掉全身麻醉。那其实以注射来讲的话，可以分成就是看它的效用为何。第一个就是如果说是体积比较少的话，就可以增加体积，好像是给玻尿酸或者是脂肪或者是一些生长因子等等的。那如果说是以减少体积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打一些类固醇在这个声带的病灶上面。那如果说是以这个肌肉这个迟缓不能或者肌肉过度紧张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这个肉毒杆菌素的注射来减少这个病患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那要怎么去选择这些注射的材质呢？基本上就是要看我们临床上面的诊断，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有正确的诊断。医师强调，局部麻醉的喉部注射，并不是一定适用所有的患者。对着无同因素所造成的吞物件困难，治疗的效果可能有限，需要经过专业医师详细评估个别病患的状况，才能做出适合的治疗。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